歡迎嚟到香港城市大學嘅搬歌展覽館。今次我哋嘅主題係創新演練，目的展示各種前沿嘅科技融入生活嘅不同方案。由 Hong Kong Tech 300出發，呢個展覽會有4個區域，分別係自然間、生活間、對談間及夢遊間。喺入口附近，你會見到由成大初創公司 AI Guided 研發嘅 AI 智能導航腰帶。呢條腰帶唔單止可以幫視障人士提升空間感知同行動能力，仲攞埋 CES 2024美國發明大獎添。入到嚟自然間，呢度有個溫室，可以睇到4個科技方案，其中一樣係無電製冷膜，佢用咗被動式輻射冷卻技術，完全唔使攞電或者雪種，就可以高效反射陽光兼散熱。你可以試下將手擺喺玻璃上面，就算有太陽燈射住，你都應該會感覺到嗰種好明顯嘅溫差。嚟到生活間嘅智能廚房，呢度有3個科技方案，包括智能海綿，係利用可生物降解嘅光化學修飾技術製成，可以吸油唔吸水，所以呢個智能海綿可用於解決海洋嘅燃油洩漏污染，唔單止可淨化海水，仲可以回收啲油脂，夠晒環保。跟住落嚟係 3D 打印嘅陶瓷湯碗，平時 3D 打印塑膠就見得多，但用喺陶瓷呢類物料就真係一個突破。我哋仲做到雙色陶瓷同時打印，最後仲有創新嘅 3D 打印糖果，以後幾複雜嘅造型都難唔到科技啦。歡迎嚟到對談間嘅綠色起居室，呢度周圍都係節能裝置。首先，大家只要用少少光照下拱門上面呢一小塊太陽能板，成個起居室就會光晒。我哋呢款板同出面一般嘅唔同，效能高好多㗎。再睇下茶幾上面張台布，佢識得用顏色嚟分辨食物新鮮程度，背後其實係用咗 SenseTag 研發嘅智慧標籤，透過感測生物胺濃度嚟把關。呢個發明已成功應用喺不同嘅食物包裝，包括肉類，仲有生果之王榴蓮。行出對談間之後，大家可以見到呢度有一批天線，全部都係由香港城市大學泰克茲及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發嘅。為咗配合唔同用途，我哋甚至用咗水或者玻璃天鵝呢啲材料嚟整。大家睇下，呢度通通都係天線嚟㗎。其中呢款北斗衛星導航天線，更加係5.12汶川大地震立過大功。當時地面通訊斷晒，救援隊就係靠裝咗呢款天線嘅手提定位儀器，即時確認位置同外界通訊，等總部可以指揮搜救，救咗好多人。再行前多2步就係最後一站夢遊間，入面有好多創新應用，大家可以慢慢發掘下。